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歌手任贤齐来发布着伊上新的歌曲的影片，内容是来拍摄着中华殿中金黄色的稻仔影的美景，真水哦！真侪人学了讲这是殿中版的波浪大道，但是实际到现场都毋是安尼。 稻仔拢已经来收割，四界都是农民烧稻草的乌烟，这个烟是早甲参在地人完了挡袂掉。任贤齐知影了后来回应讲，拍影片的目的是要向大家来介绍伊的家乡的水，伊嘛呼吁乡亲唔通搁来烧稻草，制造污染咯。啦啦啦啦啦，时光匆匆的流走。 远远看过去，几片的黄金色的稻仔的波浪，风一吹来摇来摇去，囡仔里来底咧耍。这是歌手任贤齐的新歌《想你啦》MV， 伫中华殿中翕的，但是到现场看，看马车停的位置。 金黄色稻草咧，因为有农民咧烧稻草，烧甲乌麻麻，而且烟蓬蓬。当地居民表示，常常去烟熏家，堪受袂掉。除了造成空气污染之外，也影响一些环境的生态。 人伫中国的任贤齐讲，这个 MV 是希望大家当看到家己的故乡殿中的美景。你翕的时阵，确实是有看到人咧烧稻草，嘛感觉制造污染无好。希望大家咱莫用传统的方式，咱咧稻仔挂了的唔好用烧的，用烧的就造成咱空气的污染。除了会影响到空气，嘛有可能会引起火灾。 6月1号，截至今天为止，共出勤27件杂草火警。安尼听落来，逐工拢有因为烧稻草造成火灾情形。县政府嘛回应讲，会要求环保局加强处理。